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第1节到第8节，撒母耳记上卷28章20节到25节，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坚定。有些基督徒总是会说，哎呀，我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也有人会说，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当然，这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定。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经常读经祷告，没有跟上帝建立那种良好亲密的关系。另外呢，最近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奥运哈。听到有人得奖牌之后，就有一些教会啊、牧者啊，就大放消息说，就是因为某个人祝福了、祷告了，这个选手才会赢，才会得奖牌。基本上啊，牧师认为啊，这个不是比赛的选手信心不够坚定，而是发布讯息想要蹭一下这些人的成就，那种成功神学的追求者，他们才是那种信心不坚定的人。他们需要在别人的成就上面来肯定自己。例如圣经里面以色列的扫罗王，他不顺服上帝，拒绝听先知之言，当然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啦。后来啊，就需要去找通灵者，台湾话叫昂姨啦，来去找这个已经死去的撒母耳。套句俗语来形容啊，就叫做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这种需要别人来肯定自己的做法，其实是信心非常的不足。撒母耳记上卷28章20节到25节的记载，扫罗被撒母耳的话吓呆了，立刻倒下，全身僵直，躺在地上，因为他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女人到扫罗跟前，见他吓坏了，就对他说，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了你所要求的事，现在请你也照我所要求的做，我给你煮些东西吃，你要吃才有力量上路。扫罗不肯，他说不要吃，他的随从也劝他吃一点，最后他听了，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那女人连忙把家里养肥了的一只小牛宰了，又和了面粉，烘制一些无效的饼。他把食物端到扫罗和他的随从面前，他们都吃了。当晚他们就离去。基督徒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需要追求上帝的喜欢，同时我们也必须在邻舍当中得到好名声。因为新的诫命就这样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我们是主的学生。让邻舍赞美非常重要，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这样说道，不求满足自己。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那信心软弱的人，分担他们的重担，而不求满足自己。我们每个人要为其他的信徒益处着想，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。
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，倒是像圣经所说的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。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借着忍耐和圣经所给予我们的鼓励获得希望。愿那一位赐忍耐和鼓励的上帝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，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，好使大家在一起同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那基督徒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一味的求人的欢喜，不要只想要追求自己的成就，因为我们在追求的是荣神，也为了要使人得益处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要时常感谢上主，我要不断的赞美他，我要歌颂他的作为，愿被压迫的人听见了都欢喜。要跟我一同歌颂上主的伟大，我们一同来赞扬他的名。我祈求上主，他就垂听，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被压迫的人仰望他，就有喜乐，他们永不至于失望。上主垂听孤苦无助者的呼求，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上主的天使保护敬畏他的人，救他们脱离危险。要亲自体验上主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多么的有福啊！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得清楚生命的目标，我们是在追求上帝的欢喜，不是只有在追求人的成就和欢喜。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能够明白主的旨意，了解主所喜爱的，就是要我们能够与主的公义来同行，来荣神益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